今年过年，规个大武山有一段足长的时间，一直听到阿元的名。到今每一冬的春天，我拢还会想起阿元，也佮有伊迄个时阵的笑容。人生对这出发，心情嘛伫这刻画。岁月中的酸甘苦涩，拢成做人生旅途上难忘的陪伴。邀请你斗阵来感受台湾乌鸡桑上真的人情味。暖暖站门客。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吴念真导演，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阿元是伫金门金山市场一间杂货店咧做山工的阿妹啊，生做毋是介好看，头家又阁靠较出名，所以甲其他的杂货店比起来，因的生意加足歹。迄个时代伫金门做兵，根本就无机会转去台湾，所以无论是倒一间店，只要有生做另外看一个查某囡仔顾店，会使讲。无论服务有偌歹，物件品质有偌烂，价销是偌尔无合理，拢会使成一阵姜孙糖已经甜到脑后，配一喙烂，连锁过家砖拢会大度的阿兵哥小钱来交关。所以供应贵的书将近1万人伙食材料的市场，当然就会用这种美人计，逐工透早电啊火光艳艳的菜市仔内。每一个卖鱼肉蔬菜的单位，只要有美女出现呢，生意一定呛呛滚。啊，若阿公阿嬷顾大的，定定都无人行脚到。水果娘啊，又早哦！啊，你的肉今仔日安怎卖啊？你讲话就歹听呢。啊，歹势，减讲一字，低啦。3站排骨8块，平条啊10块啦。大师妹，我要爱高丽菜一笼，豆腐2包，豆腐3斤，也阁有你卖人的笑容4分钟。无正经。菜尾边通常是那开姑娘啊，食一粒豆腐。那甲各种伙食材料的菜尾车交互伊，选入去山去北大继续拉猪屎。啊，若上尾互店家搬上车的物件，斤两含品质是毋是有符合？哪像嘛无人咧要紧。各种鱼肉菜蔬买好，山倒来买10回，10回价销较悬，所以菜尾边爱交关的店，除了水姑娘以外。更较重要的是，头家爱有内行气，口面上甲粉爱甘蔗送，
上好连早顿都替菜马穿好势。今仔日拢总偌济？我算一下，大收你安尼就好。首句我甲天两挂起哩啦。哦，多谢呢。老兄弟啊，说啥物事啊？好啊，安尼阮来去哈。早顿毋通袂记你赶啊！对，来，好来去。顺行顺行。毋过，嘛毋是逐个菜马行情拢遮尔好。人济部队，菜马拢是大爷。啊，若像阮即种20通人的小单位，无论菜市仔的档仔，也是杂货仔店，永远拢看鸟无点。我甲包仔做菜马头一工，就拄着即种目睭看悬、无看低大目孔。头诶，我摕几包粉哦。好啦，要爱几包做你摕啦。多谢哦，来去哈。顺行啦。迄天，阮菜马线才行入去杂货仔店，看到步兵营的菜马拄要走，粉顺手就摕几个包。想袂到，包仔才甲头家放伫桌仔顶的粉抽一支出来要点尔，头家竟然就甲粉等入去摊底，打头问包仔讲：你倒一个单位诶？家族企业第3代的包仔，可能将来毋捌互人安尼糟蹋过，随甲粉对头家的身躯劈过去，袂瘾买啊！甲我扭咧，滑头就走。干，目睭看悬无看低，迄种店，恁赔一仙嘛袂瘾互趁。咱来去别间买。菜市仔踅一轮了后，阮经一间强要无啥物阿兵哥的杂货仔店。自安尼起，阮单位就正做阿元下面头家少数的主顾客。小姐，红糖3斤，白糖5斤，好，也阁有米酒半打。好，阿元17岁，应该高中毕业无偌久，因为伊总是穿一领孔色，顶面有绣学号的旧外套。伊话无济，笑的时阵总是甲喙暗咧。有一天，阮才发现，当时伊的门齿欠2-3齿。啊，你喙齿哪会无爱去补补咧？阮阿爸去台湾做工，讲若趁有钱，就会互我补。恁阿爸去台湾做啥物工课？伊原本是咧做石仔的，因为金门无啥物石头，尾啊，人请伊去台湾迄边起庙，阁有刻龙条。哦，啊，即间店的头家是恁啥物人？阮的亲情啦。阿元，你是伫遐咧创啥笑啊？骹手慢蹲，即边人客等要凊面粉，等一波仔啦。哦哦。杂货仔店的头家讲是伊的亲情，毋过咧话伊的声哨一点仔都无亲。有一摆，甚至阁听到伊甲别人讲：“你都毋知咧，我是咧替人饲查某囝呢。”迄年是阮头摆伫外岛过年，29暝到正月初3拢加菜，所以29暝进前菜马的钱是平常时仔的3-4倍。迄天，包仔半讲算笑，甲头家讲：“头诶，甲你交关遐久啊，也毋捌看你摕一包粉，也是淡薄仔沙米事互阮。”想袂到头家竟然冷冷啊笑讲：“我叫是恁赢无恁的人较清气，我看拢共款嘛。”刷入去拍规摊仔，
摕一包粉甲2张100块的纸票拄互包啊。大，摕去啦。我咧就行对内面去。我知影包啊是啉规巴肚火，毋过无想到要走的时，伊竟然顺手将一担豆油撒去咧刹车仔顶面，讲：这是互咱连上的沙米术。阿元啥物都看到，毋过啥物都无讲。伊替阮甲物件撒去卡车的路面，包啊甲迄200块摕互伊，伊直摇头。包啊讲：你收起来，这毋是我互你的，这是你迄个亲情互你的过年红包啦。上知影阮物件都还未搬上车，熊熊传来一阵香港的鼻仔声。一个月头，阮看到头家带2个宪兵，手举对阮这边，骹步快速行过来。恁2个莫走！头家甲阮掌咧，杀互宪兵，送入去行对车尾咧贴货的刹车仔，一个就甲豆油抽出来，甲宪兵讲：你看，这担豆油就是伊甲我偷的。停车场所有的人拢咧甲阮上，现场是一片的点睛甲眼药，毋知要安怎才好。这时阵，阮雄雄听到阿元讲：因无偷啦，是我讲唔对去啦。我甲包仔头挖过去，看到伊头咧咧，手举豆油，讲：我叫是豆油是因买，就甲搬去你车顶啊。送入去宪兵问阮讲：安尼，恁敢有看到伊搬去你车顶？阿元回头看阮，我犹咧张图，毋知要安怎反应，想袂到煞听到包仔一个就应讲：无。宪兵回头甲头家讲：你是毋是误会啊？哈？头家小可硬气，送入去快速行向阿元，喙皮一个就甲伸落去。你想要伊甲你干，通带你去台湾哦？你想死啦你！阿元徛伫遐无振动，头咧咧用手揪3支尾，嘛无哭。一直到阮车驶走，远远看，伊犹原是同款的姿势。车顶的包仔点点拢无讲话，过一步久才后甜讲：拄则，我就想要我去甲阿元揽一个。起风，这年也无张持，月娘你哪会无注意？目屎伫暗夜滴落来。破碎的街路，起风，无眠的夜港渡，
不甘你受惊呀，目尾直直带，烧热的天哪会来去畏寒，牵过的彼双手，熟悉的身影，哪会无依无我？不甘你看无伴，一声过一声，你的心内的痛，因拢知影。莫搁哭，莫搁惊，莫搁予离开的人。不甘。风总有停的时，天的光，目屎若流袂干，流吧。不甘你受惊呀，目尾直直带。烧热的天哪会来去畏寒，牵过的彼双手，熟悉的身影，哪会无依无我？不甘你看无伴，一声过一声，你的心内的痛，因拢知影。莫搁哭，莫搁惊，莫搁予离开的人。不甘，我不甘，不甘。风总有停的时，天的光。阮营区边仔的公路是金东地区要去雾蒙在记大石。含金门名胜海印寺唯一的通道，平常是管制区。逐当敢若过年的正月初一和初三，对民众开放一解。解散。记咯，好戏上演啦！千里行紧踩起来。对阿兵哥来讲，道路开放上大的意义，就是伫这2天，金东地区的水姑娘一定会对这经过，所以200公尺外迄条一直爬行的公路，伫迄2天特别属是选美大会舞台，所以初一的早点名简单结束了后，阮已经拢走伫视线上好的碉堡内面，甲全部的千里镜拢踩好势，充满期待，点也听候。来啊啦！哦，这水嘞！水，出里头啊啦！哇，衫腾起来啊！我看。迄天天气有够好，日头光莹莹，山顶的查甫查某拢甲外衫腾起来，迄个风景虽加分袂少。10点左右是人上济时阵，随各店家水姑娘一个一个出现，碉堡内面不时传出一阵一阵的喊休声。哦，这个啦！迄个啦！雄雄，煞有人回头讲：起码包啊，你的救命恩人出现啊！哥，我看。阮分别甲千里镜抢过来看，算下去，阮拢看到阿元，
一穿新衫，白色的冠领碰西衫，一领粉红色的太空衣响伫手里，下面是一领空色的裤，头毛哪像嘛有设度过，佮箍一个白色的头鬃裤啊，规个人看起来挑人佮青春。阮看到伊和边仔一个目乌乌的中年查甫人欢喜咧讲话，迄个人应该是伊的老爸。另外一边是两个比伊较细汉的查甫囡仔，应该是伊的小弟。阿元，阿元！包仔雄雄甲千里镜放落来，大声呼伊的名，毋过伊敢若拢无听到。碉堡内阿兵哥雄雄又搁无扬起来，无几分钟的时间，一组简单的放送头已经踩好啊！阿元，你今仔日足水的，真正足水的。当包仔举放送头对公路迄边发的时阵，规条路的人骹步拢豆豆停落来注意听，搁回头四界看。哪像咧找看对一个是阿元？阿元亲头啊，硬硬看伊老爸，转倒来头也过来看阮这边。喂，伊看对咱这边啊！包仔小可激动起来，转来去讲：也无恁的包仔，甲阿元说多谢，甲阿元的爸爸讲新年快乐，恁查某囝。足优秀，而且生做足水的。因老爸对阮这边握手，山落哪像咧问阿元发生什么代志？我看包仔目眶小可红红，就甲放送头接过来，继续讲：阿元，你是我见过上勇敢的美女，阮也无恁所有的人拢爱你。公路迄边的人拢咧笑，甲阿元围咧，还佫有人拍扑啊。了后，放送头就互传过来传过去。阿元，多谢你！阿元，我爱你！阿元是金门上水的姑娘啊！阿元无同的声音一直发，规个大武山有一段足长的时间，一直听到阿元的名。阮透过千里镜看到阿元咧流目屎，伊喙暗下，向对阮碉堡这边。阿元敢若咧哭呢？你看真少，伊毋是咧哭。到当每一当的春天，我拢也会想起阿元，也佮有伊迄个时阵的笑容。今仔日的广播剧《春天》是由吴念真原作，罗家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包仔、关凯欣演出；阿钦、李凤静演出；阿元、孙静书演出；亲情、林玉石演出；蔡美萍啊、张国伟、王家仁演出；查某店员杨派玲演出；头家郑定营演出。宪兵班长颜成文演出，阿兵哥陈兴生、苏兴生演出。
讲出心内的感动。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文定文，入选作品欣赏。秘密，作者朗读王玉关。伫庄内，因为捌字，甲人斗写批这项代志，看到真简单，其实学问真大。我捌看过吴导演讲过，一开始拢直接照委托人的意思翻，有一摆嘛安尼，差一点仔就害人弄假散体，互伊的师傅骂甲臭头。伫迄个逐项拢欠嘛食袂饱的年代，真侪批信拢是含钱银有牵连，钱银欠缺有真侪讲袂出来，无奈，定定爱用较婉转的字词解说，才袂互收到批的人心内艰苦，嘛互写批讨钱的人顾到面子，互相有一个抽屉，写的毋敢若是文字，搁较侪是人情世事。故事中的阿英有真侪秘密，一个趁食查某伫庄头要徛起，是真无简单的代志。伊拄到一个真心疼痛的翁婿，无气嫌教两个情人囝，无顾家庭反对来带伊，嫁了后的生活使人心酸。庄头内的人又搁叽叽嘟嘟讲袂煞，落尾阿英的翁婿吐血死，伊搁爱带两个囡仔过日，翁婿保险都无退，也叫互人误解讨谈。伫迄个年代的破空庄头，查某人带细囝生活，拢有济济孤不离中。这个故事含吴导演伫伊自编自导的电影《杜送》内底，的每一个小人物同款，拢是迄个时代的脚住伫咱身躯边活跳，佮充满无奈的人生。读册人有机会捌字，有福气得到知识，就爱亲像蔡培火写的10项关键同款，运用知识的力量造福国家社会。人咧讲千书万典，孝义为先，嘛是提醒咱爱有好好运用知识的力量去帮助。就亲像吴念真同款，对家己身躯边的人、家己住的所在开始。望吴导演写的文章会使互更较侪人读到、听到，发挥影响力。因为伊所写的每一个故事，拢是正讲台湾人的人情味。即摆的少年家敢若顾读册，一句台语都讲袂好势。谁讲诶？阮虽然毋是甲伊做伙，เรา台语嘛无啥物大问题。乱乱咱门客，教你安怎讲台湾话，欢迎收听台语教室。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华文翻做台语的时阵，要安怎讲较好势。所以咱伫每一集的台语教室单元，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
还有咧台语专家来到节目现场，甲大家做伙来讨论华文要安怎翻做台语。今仔日真欢喜，共款邀请3位国立成功大学的同学来挑战。第一位是咱台文研究所的林静佑，静佑你好。大家好，我是静佑。第二位是咱法律系林碧涵，碧涵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碧涵。第三位是政治系潘瑞婷。大家好，我是潘瑞婷。今仔日伫现场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老师。另外，还有2位台语老师甲咱提供翻译的参考哈。一位是咱台湾广册协会前理事长萧定春老师，另外一位是台湾家私密计划发起人吴希美老师。好，所以去到进行咱今仔日第一个题目。金子已经满到喉咙，吐口痰，连爬过的蟑螂都会怀孕。金子已经满到喉咙，吐口痰，连爬过的蟑螂都会怀孕。好，第一个题目就非常不简单，1分钟的时间，请同学讨论。伊专有名词就是直接翻就好啊。你是直接翻？对，安怎翻？迄2字就是直接翻就好啊。小已经满到那后，配一喙痰，连爬过的胶纸拢会有心。请洪伟老师指导。即马有一个就是咱在咧讲的，迄个所谓的专有名词的问题啦，吼。拄则朋友所讲的呢，小可有点差，是因为你讲的应该是华语的精义啦。所以啊，有当然有的人反正都差咧分啦吼，不过意思来讲是无共款吼。其实正常的书典就是直接把这2字直接读发音，伊就是用文言音拍吼，就叫做精注啦吼。所以就是讲会使讨论讲精注已经填好啦，配一喙烂，连爬过的胶纸都会有心吼。我即摆要强调其实是句型啦吼，毋是专有名词的问题，是句型的问题。句型的问题就是讲连啥物到啥物吼，即款句型，连啥物啥物到啥物啥物安尼吼，这是迄个所谓的迄个对应。其实拄好即个部分是甲华文共款啦，就是讲连什么都什么。即个部分其实是华台是共款，只是发音的问题。毋是倒安怎嘛，毋是嘛安怎，是倒安怎安尼。啥物倒安怎，迄个倒是一变7啦，第1条变第7条。毋是少是多安尼。好，感谢洪伟老师的说明哈。所以起来听其他2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咱先来听吴希美老师。语言会有一大阵阿边过起我啦，因逐个人笑拢已经迄甲脑空，迄痰血点涂骹。连胶纸都会有心。好，希美老师哈，有人翻甲真直接。再来听看咩萧定春老师的讲法。精注已经填到脑，配喙烂，连爬过的胶纸拢会有心。好，咱3位台语老师的讲法，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哈。上入去第2个题目。把我们隔着门缝瞧。把我们隔着门缝瞧。好，即句话时常听到哈，台语安怎讲较好势哈？请同学想看觅咧。为门旁甲咱看。为门旁甲咱看。好，请洪伟老师指导。我是用讲过门旁掠阮金属。门缝桥。因为我毋知影前后文啊。伊这是迄个一个店的头家看即个苹果，真看伊无啦。安尼安尼就无法度干那安尼讲。嘿，因为若安尼反迄个意思无讲出来哈。所以我是想着讲看阮无，看阮无。就是安尼啦，看阮无。所以前后文真重要，即若无前后文，真若无翻哈。好，再来听看卖吴希美老师的讲法。看阮无，连甲阮兄姐都无。
所以下笔老师嘛是讲看阮无哈。好，顺利去是萧凌春老师，甲咱隔伫门旁外看咱。所以有影吼，若无正学文的时阵，拢会安尼翻哈。所以咱伫咧做台语翻译的时阵，正学文真重要哈。好，顺利去第三个题目。视力鬼，视力鬼，视力鬼，这应该真简单哈。看悬无看低啊？看悬无看低，安尼讲敢好势，请洪伟老师指导。哦，安尼 OK 啦 ，OK。OK 哈，就是这个意思哈。那洪伟老师是安怎翻？因为我原本嘛是咧想这个答案，毋过落尾我甲伊用讲中宽细的卡小，但是较口语应该是拄则迄句就会使啦。看悬无看低哈。好，感谢洪伟老师，顺利去咱来听黑米老师的讲法。头一工就拄着这款人，真够结实。好，顺利去萧凌春老师。目头悬的人。好，无共的讲法，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同学做参考。顺利去第四个题目。就在那种尴尬、不知所措的死寂中，就在那种尴尬、不知所措的死寂中。好，这内底主要是尴尬这两字安怎翻较好势哈？请同学想看觅咧。爱叫，唔知要安怎？诶，司机点钱，你赶快点钱，救助。就伫迄款爱叫，唔知要安怎的点睛中。好，请洪伟老师指导。你甲我翻的共款。好，所以尴尬就是翻做爱叫。爱叫嘿。好，安尼咱来听吴希美老师的讲法。全部的人拢目睭金金咧甲阮笑，意思阮毋知要安怎翻译，种爱叫话嘛毋敢讲半句，结点点。好，所以你起来听萧凌春老师的讲法。就伫迄种爱叫，毋知要安怎才好诶，无声无碎的字。好，所以去咱进行上尾一个题目。阿元站在那边没动，捏着衣摆低着头。阿元站在那边没动，捏着衣摆低着头。好，这句话意思听有哈？问题台语安怎讲较好势？请同学想看觅咧。你个北京北当，我叮当嘛啦。你安尼，会当教你安尼讲。阿姨徛伫遐无叮当，念着衫尾压着头，好来压头得啊哈，好来老师请。迄个你要用念晓，你讲念着衫尾，你讲用念晓。哈，嘿对。念的动作，敢若是咧用伫对啊，我无啥会当了解你的语感。念喙皮吧。念，你是讲念吗？你是念吗？念啊念哦念菜念啦，好念菜。可能画较画黏的款啦。好黏啦哈，应该是黏。我用念的哈。所以你是要讲黏还是念？不是念哈，不是念哈。好，有几个发音的问题是安尼啦吼，就是讲一般来讲，咱这个汉字字人名内底是用文言音拍吼，所以这毋是读作阿圆啊吼，当然可能偏名小名是会使，毋过你讲伫个名来讲应该是阿元啦，阿元，连音的读法啊，所以头前迄句无啥问题，只是讲后壁车吼，我是甲伊翻做头咧咧 Q 三支安尼啦。我是翻头咧咧 Q 三支，因为拄则你咧讲的动词，我无啥会当加迄个动作手的动作吼，要甲即个动作连做伙，我感觉较无法度练，三支三支当然这嘛是有可能较少年辈较无咧讲啦吼，其实咱会当跳转来讲。咱有当讲三支尾对无？对，个尾嘛 OK 嘿。好，感谢洪辉老师的说明，咱来听吴希美老师的讲法。阿元菜伫遐无叮当，手甲三支扭咧，头下。好，顺利来听萧老师。阿姨徛伫迄边无叮当，压头捏三支。好，今仔日5个题目已经拢调整完毕哈，非常感谢3位成功大学同学，也有陈宏伟老师现场给咱指导，多谢。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内底演阿元的双情书。今仔日的节目听煞，唔知你敢有啥物想法甲感受，想要甲阮讲？欢迎你就阮的网站留话分享，嘛会使写问卷对阮表达支持。阮有准备一寡礼物要相送，欢迎你做伙来斗热热，请上咱们K电台详细了解。阿元，你是踮即遐咧创啥潲？骹手慢蹲，即边人客等要凊面粉，等一步啦。等下，你这个亲戚敢袂伤亲切？伤亲切哦！你创啥潲？讲来讲去伤无啦。外人还比较凶哎。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监制主持。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萧凌春、陈鸿辉、陈木真担任节目顾问。王延华、赵子贤、上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配乐。详细内容请参考电台网站，还有影片的说明。后一集咱要播送的作品是《鱼丸加三目鱼丸》，欢迎准时收听。好像在哭，我说笑，哭没在。解散。紧咯，紧咯！一人当万人用。直接解散喊口令。恁的包仔，甲阿元说多谢，甲阿元的爸爸讲新年快乐。恁查某囝足优秀，而且生做足水的。